小型的抽水机啊，马达你看，注意看它里面的轴心也会动。有没有看到在动？气包线都黑掉了，有看到在动吗？从这个洞进去看。看不清楚啊。奇怪，我都看不清楚。气包线都黑了，气包线都黑掉了，是烧掉、黑掉还是这？那个就是马达的轴心在动。注意看，有在动哦，有，那个就是马达的轴心了。然后里面那个气包线都黑掉了，气包线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气包线了，都黑掉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马达的气包线，有没有？都黑掉了，也可能是烧掉了，空烧然后都烧黑掉了。有的是网络影片，有的拆掉，然后绕新的气包线呢。这个长度也是一个学问呢，这很长哎。如果用算圈的哦，大概可以知道，但是人能够算得出来多少圈吗？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呢。